琴日先後有社民連同埋人民力量嘅成員喺中區馬路阻塞交通。首先係由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帶同200幾名支持者到禮賓府後門，要求警方准許佢哋去到禮賓府正門，促請政府撤回逮捕機制，但係被阻止。遍地開花，開路啊！示威者同警員對峙45分鐘之後，晚上9點離開，前往灣仔西冰球場，匯合喺軒尼詩道聚集嘅人民力量支持者。差唔多係同一時間，社民連嘅成員就去到長江中心抗議，警方指佢哋喺呢一度非法集結，並且阻塞交通，要求佢哋去到遮打花園集會，但示威人士並冇理會。之後佢哋突然衝破警方防線，衝向立法會大樓，隨後更加係衝到去干諾道中嘅西行線，坐喺馬路上面阻塞交通。之後佢哋更加係衝咗去干諾道中嘅東行線，令到干諾道中來回行車線都要封閉。隨後警方展開清場行動。而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旭啟亦都一度被警方帶走。喂！呢件衫影係。咁我哋過兩條先啦。香港警察，你哋嘅警務助理、警務處長都話協助我哋嘅喎。我哋喺度監察緊你嘅時候，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旭啟強烈譴責警方行為，並表示佢哋嘅行為係強烈打壓香港嘅人權機構。反應係點咧？我哋嘗試解釋，我哋話再講俾你聽，我哋一直都係咁樣做觀察㗎啦。但係咧警方咧似乎咧就係唔理你，推你出去先講，係嘛？呢個好明顯係一個完全以為自己有權力就乜都可以做嘅嘢嘅一個做法。我哋今日喺度嘅工作唔係去阻礙任何警方嘅行為，我哋亦都唔會干預佢哋嘅。我哋最多就係問下點解要咁做嘅啫。其實過往有冇試過啲咁嘅情況？我哋從來未試過嘅。有冇聲㗎？頭先你被警方喺呢2次嘅中區清場行動裏邊，總共拘捕咗228名嘅示威者。佢哋喺朝早陸續獲釋，而呢次事件案件已經交由港島總區重案組跟進。香港天下記者韋家豪報道。